先来关心的是湘北环状线北环段，也有南环段是预计伫2031年会当完工。最近台北市议员是讲，这负责车辆供应的法国业者，也就是阿尔斯通，捌伫美国也有中国发生过这个自动门的公安事故，而且因的资金可能是来自中国，所以提醒台北市政府应该要爱严格审查。 完工了后，一摆串联台北、新北、湘北环状线继续分区段在施工当中。其中北环段和南环段两大部分，对新增到台铁和对新店到动物园站是按算伫2031年来完工。但即马双方标出车的主系统有重组的疑虑。参与标案的这个设备商疑似有这个中国的官方背景。 那除此之外，过去在美国也频传有意外甚至于被调查。我想市府单位是有这个责任要严格把关。各界是真烦恼，因为南环、北环段得标的车的厂商是发商阿尔斯通，不过厂商进一步选的车门系统的供应商是南京的空尼机电，是设立伫中国南京，上大的股东是南京工电学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，是中国国有的企业。过去公司 的产品，搁捌伫纽约2摆发生车门熊拍开，298台列车封闭咧停驶的事件，含伫中铁大连地铁，嘛伫2023年3月发生过正相共的事件。分包商既然是代为履行统包商的契约，如果主采购契约规范不能选用中资产品，则分包商所选购之系统也应该要同样受到主契约的规范。照台北市政府采购契约管理要点，有明确规范统包商袂当是中资，不过包商选的供应商是无特别要求，外界嘛希望讲规定会当更较完善。依照契约的规定，承揽主厂商对于每一个系统，包含设备零组件，于设计发展的期间，皆需提供概念设计、细部设计等文件，来供业主进行审查核定。政局强调讲，供应商的主系统元件嘛，拢爱经过合格测试和验证。目前车门系统搁伫咧细部设计审查的阶段，会严格审查来确保安全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